赢，唱歌拼输赢，用我的歌声唱出你的心声。用我的掌声鼓励着你的歌声，因为咱厝的歌，朋友嘛过来听。咱厝的歌，天气嘛过来看，愈唱愈好听，唱出咱心声，赢赢来唱歌拼输赢，赢赢来唱歌拼输赢。唱歌表输赢。愈唱愈出名。各位乡亲，各位厝边头尾兄弟姊妹，大家暗暝好。各位现场朋友，各位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，大家暗暝好。咱的节目吼，愈看愈精彩呢。愈看愈精彩，特别是顶礼拜的节目嘿，图我到这哦，印象都非常的这个深刻。对你看，嘿唱歌的唱歌，嘿跳舞的跳舞，啊但是呢十支的都来咯。对，因讲要甲这个评审给它讲起来。咱每一个月呢，一共有4场的比赛是，2场初赛，1场复赛，是1场决赛。是今仔日是咱的第3个月的复赛。哦今日复赛是什么人呢？有请咱的6位选手闪亮登场场。哎，有咱的丫丫，咱的前坡珊珊，还有咱的背坡高坡蔡玲，哇，请咱的选手来自我介绍一下。是，大家好，我是1号选手丫丫。欢迎丫丫，大家好，我是2号选手洪清波。前坡，欢迎。欢迎，大家好，我是5号选手洪珊珊。欢迎珊珊珊珊，大家好，我是8号选手陈小红。哎，小红嘛来到现场，大家好，我是蔡玲9号选手。好，高副选手，各位朋友，我是11号选手田少林。哦，选手准备好吗？好，来落场准备比赛。来准。备。那么，咱的节目特别感谢中国民生银行郑州分行的大力支持，感谢威斯精品酒队，感谢宜家中心的支持。而且呢，咱的节目呢，对咱这个顶个月开始吼，都有这个朋友呢，将这个洗衫机给它放转去咯。是，所以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看电视的时阵，赶紧家己手机来参加阮的投票。922编写，你认为这个月到底倒一位是月冠军的编号发送到10628888参加阮的这个抽奖，摕去幸运的大奖就是你家去。哦，就是来自静冈青荣新万兴电器行所提供，价值2,200块的洗衫机惠而浦一台。是，所以赶紧家去手机编写得信来投票了。是再来，马上要介绍的是专业的评语老师。是，头一位就是国家一级演员陈江峰，欢迎江峰姐。哎，再来是咱的这个丁晓东老师。欢迎台湾台北基村广播电台的这个主持人是丁晓东是。再来介绍的是原创歌手郑州电视台唱歌表演第1年度的这个年度总冠军。是，也是咱的创作跨科舞来的欢迎。欢迎，哎，民生上好卡唱歌表演赢。愈唱愈出名。马上进入第一轮。第一轮，每场6名选手按号码来顺序3线演唱1点半的歌，由评委拍分，1分自4位暂时升天，后2位排定。马上咱们邀请的是咱的1号选手丫丫参赛歌曲是。妈妈，你无对我讲。自细汉，你对我讲过，是非爱分明，人情黑白，踮在一个无情现实的社会，事事着爱看详细。妈妈，你交代的话拢有听，人生的路途，阮步步小心行。妈妈，这样你袂记对我讲，爱情的路这歹行。
交代的话拢有听，人生的路途，阮步步小心行。妈妈，怎样你袂记对我讲，爱情的路真歹行。跳这个街舞、爵士舞哈，跟咧唱歌其实也有一个必然的这个联系，对不？对。这其实做物件就是包括在请教一个孙王老师，伊教的这个物件，其实甲舞蹈发的物件，基本就是个什么啊相连。什么叫做发的物件？比如说舞蹈方面就是一个韵味的物件，一个就是北来发出来这个物件。来看一下分数，92.40分，92.40分，92.60分。也等于这轮的平均分数是92.47分。好，谢谢。马上伫这位是咱的联合选手洪清波，参赛歌曲是最爱的人。缘分若是亲像一张纸，这无这无奈。思念你的心情，亲像溪水慢慢流落海。今命的雨又搁一直落，不管千年也万年。相信无人像我对你遐情痴。你是我用生命做爱的人，偏偏找无你是走去倒位藏。伤心的酒杯我饮嘛饮袂完，是你饮梦才会伤阮这呢重。花鸟也怨叹，流水也无望，为你一世一生目屎流袂完。你是我用生命做爱的人，偏偏找无你是走去倒位藏。伤心的酒杯。也怨叹，流水也无望，为你一世一生目屎流袂完。看清波的分数，92.60分，92.60分，92.80分。洪清波现这个阶段的分数是92.67分啊！谢谢。好，谢谢。来5号的选手洪珊珊，带来歌曲《相思梦》。为你风雨流，想风想雨也甘愿。千里路途不惊遥远，上惊梦醒变心痛。是他乡的娘暗，也是你存心将阮放。放散故乡，等待的人。
是他乡的娘红，也是你存心将阮放。放送故乡，等待的人。拄则珊珊咧唱的时阵，大声跟我讲一句话，你知道讲啥物？伊说哇。进步好大哦！所以你有感觉说你搁一摆来到这个舞台顶表现加自如的感觉无？有也做，有吼。而且我搁发现伊有一个优点，迄个话筒吼，姚浩明这个话筒是不是平时爱 KTV 就直直练的啦？好，我嘛袂晓，我嘛袂晓变讲，自练的。拍了就是安尼。来看伊的分数，92.80分，92.80分，93分。洪珊珊的平均分数是92.87分啊！好，谢谢。谢谢。目前是最高分数了吼。是。马上要迎接的是8号选手，是陈小红参赛歌曲是。心事啥人知？那么讲出来，有啥人会知？有时阵要锁厝，满腹的悲哀，甲你对讨解。是阮不应该，愈忧伤反悔，谁人困了解？心爱，你若有了解，请你人生不是无目屎，一心甲流出来。92.10分，92.50分，92.40分。来，小红嘅这个平均分数是92.4分呢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马上迎接的是9号选手蔡玲参赛歌曲是。无言花。你我哪会这无缘？离开了后，才来思念。亲像一蕊无烟花，点点来开，点点随去，生命花开的香味。永远满腹的希望，你敢有听见花谢啦落土？破碎是啥人的心肝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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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看你分数来。来，分数是92.90分，92.70分，92.70分。蔡玲的这个阶段平均分数92.77分啊。好，谢谢。再来迎接的是11号选手陈小林参赛歌曲是。我是好男儿。离开故乡遐多年，为何我拢无转去？
不讲拢袂想故乡的玫瑰，只好将相思寄流星。不是我条故意要将你搬一边，不是我无志气要将心出袂去。确实我有不得已，请你相信我是绝对是一个好男儿。不是我条故意要将你搬一边，不是我无志气要将心出袂去。确实我有不得已，请你相信我是绝对是一个好男儿。92.90分，92.90分，92.80分。年少零点的这阶段，平均分数是92.87分。哦，来，有请这轮参赛这个其余的5位选手上场。是。今天请咱这个评委老师来给咱点评这。是，来。唔知6位选手什么款的印象？来先有请咱的江峰老师好不好？珊珊歌唱了也稳定，这几场落来哦，发挥袂歹。继续，弘扬你这个风格，不要怯场，很好很好，只要你无可挑剔了。谢谢，真的，谢谢。还有就是你这样的打扮哦，完全就是花一朵，然后又花美男的艺术的对啊，牙堆青，牙堆青，不错，好，谢谢。好，背后伫咧唱心事，啥人知吼？迄个江湖味无够，气口也无够，啊，毋过有迄个女豪杰的感觉吼。因为这首歌要唱的时阵吼，真正你是一个女性，那感情投入哦，可能爱较大一丝安尼。但是你可能有一点点紧张吼，加油一下喽！再来是我们的丫丫，上一集看你跳舞跳得很可爱，这一集一出场就敢若惊吼，人讲一句话惊是袂着听的哦。爱注意一下哈，唱得很不错，但是你的歌融入的不够，刚好像不够熟悉哈，不够熟悉，要多练习一下，好不好？祝你成功，谢谢你。青坡，我同你一个小小建议，就是咧唱歌的时阵，注意一下咱真久的这个完整度。有阵，比如说你唱到个上稳遮尔长的上稳中一搭是你会做头换开，但是唔通直接等停了去换开。可较详细去注意淡仔再细再济，然后你唱高调的时阵哦。尽量也阁是放无够三。那感情你起你的时阵，你头水梦随落来时阵，整歌的时阵就用正当的感情。无你到后壁唱我高调的时阵，你感情就唔知要怎样用了，已经用了咯。好，注意一下。是。蔡玲，你起你淡仔上歌袂音的时阵，你放下自然的，无按刻意去用后音这个来唱，好较自然者，相信就好，加油。好，感谢阿波老师。那么到底得4位选手可以暂时晋级，得2位选手是暂时台顶呢？请看大屏幕。恭喜洪珊珊、李小林、蔡玲、洪清涛。谢谢大陈小鹏步成大厅。好，民生上好卡唱歌表输赢，愈唱愈出名。马上进入第2轮。第2轮，暂时晋级的4位选手，依靠组队 PK 1点半的歌，由评委打牌，决定每队1名胜出，1名台顶。经过这轮 PK， 2名胜出者直接晋级，另外2名台顶。A1、A2、B1。啊，你 B1，来你爱行过来。B2 行过来，嘿，对。B2，安尼就对了哈。好。首先，咱迎接的是 A 组的 PK， 来 A 组1号选手洪清波参赛的歌曲是。合拍龙喜命。
命，爱情啊，月亮也陪阮哭无声，为何天公啊要来糟蹋我，将我的希望来拆散？好歹拢是命，我的灵魂来行，这一切到底是我的命，叹一声，你命难，这款人生做这款命。好歹拢是命，我的灵魂来行，这一切到底是我的命，叹一声，你命难，这款人生做这款。下组 PK 选手9号蔡玲有缘来做伙。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哦哦哦，啦啦啦啦啦啦啦。我是曾你是玫瑰，日日夜夜你我有缘做伙，心疼你。人行后悔，生活是零零小小爱交陪。你甲我有缘来做伙，唔通为小事定定去冤家。你甲我有缘来做伙，这拢是千年修来的一切。路长长短短。心大大细细，人生的十里路口起起弯弯真歹过，爱相惜，真心交代，心内的风风雨雨无问题，缘深深浅浅，梦真真假假，感情像茫茫大海，沉沉浮浮歹解说，情付出。一去不回，只要你永远藏在心肝底。这段呢，咱是由评委老师同时加牌来决定因的命运。只要加到2张牌以上，那么这个选手就往进入咱决赛。对，是2号呢，还是咱的蔡玲呢？是2号还是9号？评委老师。2号还是9号？加牌。9号1票，9号2票，9号3票。谢谢评委老师。恭喜蔡玲。马上要迎接的是咱 B 组的 PK， 首选是 B1 选手，1号选手陈小林参赛歌曲是。此情有啥意义？离开故乡，关过几冬，阮犹原思思念念。分开彼暗，看到阮的情梦，看你伤心目哭红。行到你情分开的车站，希望看到你的人，对你放不入心，对你不愿放，情总是分开暗，才知凄凉。徛在的灯外看你，看你为人装水水，过去情偌深。也挽不回你，用尽一切来爱你，最后换来是感情。男人啊男人，我问你，此情有啥意义？
徛在来等我看你，看你为人装水水，过去真换真，也挽不回你，用尽一切来爱你，最后换来是家己。男人啊男人，我问你，痴情有啥意义？第首 PK 选手，五号红珊珊，男欢女爱。心爱的阮来听你解说，阮袂搁原谅你的恶做，你莫骗阮袂去错再错，阮已经袂搁予你机会，乌看无看你慢慢靠过来，阮只是袂当接受虚伪的爱。讲什么男欢女爱有点坏，往汉你阮的计较敢有未来？有点坏也不坏，安排女性无爱彼种假爱，说有来也不来，安排人生这无真情真爱。我看看你慢慢靠过来，阮只是袂当接受虚伪的爱，讲什么男欢女爱有点坏，往汉你阮的计较敢有未来？有点坏也不坏，安排女性无爱彼种假爱，说有来也不来，安排人生这无真情真爱，有点坏也不坏，安排女性无爱彼种假爱，说有来也不来，安排人生这无真情真爱。两位选手上款有一位可以直接拿到今日这个决赛门票，另外一位在咱这个舞台顶继续比赛。对，也够有机会啊！评委老师，请假摆。来5号一票，11号一票，11号2票，最新贴的是11号选手李孝廉。恭喜田小好谢林谢，珊珊，小等下还有机会哦，哈。嘿，民生小好卡唱歌拼输赢，愈唱愈出名。马上进入第三轮。第三轮，第一轮台顶的两位选手，三线演唱1点半的歌，由评委打牌，得分前一位暂时晋级，后一位淘汰。第一轮台顶的两位选手，这阵时就会开始来参赛了。首先迎接的是咱的1号选手亚亚，参赛的歌曲是唱声。我算到啥？你想好我给你几只？我算到啥？那么你就真歹看。我算到啥？我的舞步，顶个做咩会讲有名声？我算到啥？你想好我给你几只？我算到啥？就是有人爱操蛋。我算到啥？我的歌声，顶个做咩会讲有名声？甲我脚舞也是来开车，就先令你一半。不免唱声，我拢唔惊，你去担听，我是第一名。这里妹妹舞步上拍，真了啥事就已经赢。这里妹妹来的上拍 ，Super Super Super Star。这里妹妹唱我上拍，真了啥事就已经赢。这里妹妹还是上拍 ，Super Super Super Star。One, all y'all bitches know we get it on. Two stands for me and my crew. Three, cause I possess the ability to run up on the microphone and battle down as MC. One, all y'all bitches know
就已经赢，嘴妹妹来个上拍，Super Super Super Star， 嘴妹妹唱我上拍，一日三时就一定会赢，嘴妹妹还是上拍，Super Super Super Star。 8号选手陈小红、陈小红惜别的海花。 什么人？我今天什么人？就离别来舞台，来，请投票。你好。好，恭喜咱的1号选手，1号3票，全部通过。呀，哎呀，老刘准备，就是开头的时阵有淡薄这个倒袂着吼。有点啊，紧张啊啦。是因为紧张还是因为这歌无够熟？以早经伊上唱啦，啊可能久无唱，久无唱，即摆参加可能有淡薄急，就啊个加上淡薄紧张。过来哦，好不好？谢谢。谢谢小红。是。民生小好卡唱歌拼输赢，愈唱愈出名。马上进入第4轮。第4轮，第2轮台顶的2名选手，甲第3轮暂时晋级的1名选手，三线演唱1点半的歌，由评委拍分，1分最一位直接晋级后2位台顶。首先要参赛的是1号选手丫丫。心情有淡薄收音，月日甲天气早早就烧酒出去。为什么街路的人双双对对，偏偏是需要你找袂着你？为什么找人看出天涯冷着咖味？为无爱你的玫瑰，也无爱你的香水。一个人啉咖啡，一个人去看戏，一个人想着你。 想着你，一个人啉咖啡，一个人去看戏，一个人想着你，一个人 KTV， 一个人啉酒醉，一个人想着你，一个人啉咖啡，一个人去看戏，一个人想着你，一个人 KTV， 一个人啉酒醉。 一个人想着你，今暗的天气有孤单想你，流
老练的价值，借阮小要抗议，今暗的心情有淡的收益，月亮甲天气早早地烧酒出去。二号选手洪清波，春夏秋冬。无聊的春风伴阮流浪，孤孤单单啥人体谅？我在他乡受尽风霜，你在故乡就爱保重。中秋月暝露水重，山顶的寒芒也已经红。春夏秋冬，一天过一天，对你的思念，为何你袂开阮的梦？一天过一天，对你的思念，为何你袂开阮的梦？再来是5号选手洪珊珊挑战歌曲《艺界人生》。月地今早已经响起，舞台顶更闪闪烁烁，掌声表示你对我的热情。有人欣赏阮的歌艺，有人好奇阮的感情落大爱，只是平凡的女性。啊，浮浮沉沉的甲人生，冷暖暖都变人情。舞台上灿烂笑容，舞台后寂寞心情。角对声又搁响起，心事暂时放袂记，不愿别人来看见，做个你心酸的滋味。浮浮沉沉的甲人生，冷暖暖都变人情。舞台上灿烂笑容，舞台后寂寞心情。角对声又搁响起，心事暂时放袂记，不愿别人来看见，做个你心酸的滋味。老师首先为咱的这个1号选手丫丫拍分，92.50分，92.70分，92.70分。丫丫评估分数是92.63分。好，谢谢。
有请红掌拨清波。来，清波。请评委老师为咱的2号选手来拍分，92.70分、92.60分、92.50分。红清波的平均分数是92.60分。来，有请珊珊，请评委为红珊珊拍分，92.80分、92.80分、92.60分。红珊珊平均分数是92.73分啊！所以，在了这轮晋级的一位选手就是5号选手红珊珊。恭喜红珊珊！好，珊珊可以倒去休困哦。好，来，民生上好卡唱歌拼输赢，愈唱愈出名。马上进入第5轮。第5轮，第4轮台顶的2名选手三线演唱1分半的歌，由评委拍分，1分全1位晋级，后1位淘汰。那么2位选手呢，按照这个号码牌顺序就是丫丫顺来，丫丫要参赛的歌曲是。叫我女王。你想惊空虚，为做记好袂记，心情放好开，所有的关心伫你身边，定讲相信，我到为来等你，就雨水水。天暗的机会我在记，叫我女王，无你中的女王，人生的态度只有快乐和悲伤。叫我女王，唯一的女王，人人为我凄美俩讲。叫我女王，你中的女王，人生的态度只有快乐和悲伤。叫我女王。2号选手洪新波带来歌曲《抓魂烟》。梦亲像抓魂烟，情深爱还浅，情路若途途颠颠，何必越头淡无缘？红线对连灯，春风又不见，伤心何必为？人可怜，往事啊，亲像无情的锁链，心牵连，梦牵连，无奈人生剩我孤单的表演，目屎啊，为着痴心送你骗，比头酸。后怜，将爱牺牲，我又偏偏做一个活在梦中的神仙。往事啊，亲像无情的锁链，心牵连，梦牵连，无奈人生剩我孤单。表演目屎啊，为着痴心送欺骗，比头酸，心头连，将爱牺牲，我又偏偏做一个活在梦中的神仙。
到伫最后一场今日决赛门票，什么人有法夹到呢？是动感十足的丫丫，还是咱这个斯文的青浦咧？几号？1号还是2号？1号还是2号？哦，安尼，咱互伊30秒的时间来甲大家讲，因家己有偌好，好不好？来拉票，丫丫进来。甲大家讲一下。其实我觉得我这些队员喊的口号也确实的，我觉得真正的一个歌手具备的就是很多东西，不单单只有唱，然后台上的一些东西也要拥有。你们说对不对？来，人歌善舞哦。来，青浦啊，你讲一个呀。大家后一摆若要唱，继续听我唱的打输这安叔的版的歌曲，请支持我李好。谢谢大家。到底是2号还是1号？1号选手向进一步，请评委老师为咱的1号选手丫丫来进行评分。92.50分，92.70分，92.50分。冠军非常莫属吗？丫丫的平均分数是92.57分呢。好，92.57分。来，愈来愈紧张了，青浦继续加油吼！来，请评委老师为咱的2号选手洪青浦、红掌波清波来加92.70分，92.80分，92.60分。洪青浦在这个阶段评分数是92.7分啊！所以最后一位晋级的选手是2号选手洪青浦。好，恭喜！希望丫丫继续加油，继续努力，谢谢丫丫。是，来，咱嘛有请今仔日进去咱的中国赛的3位选手。是，头一位就是咱的青浦，以及咱的蔡玲、李小玲，跟咱的洪珊珊4位选手。希望4位选手在决赛的时阵继续加油。是。观众朋友，赶紧家己手机参加得胜的投票，922加上622个广告的编号，发送阿扣10628888。今天节目就到这头了，再会。是，再会。